今日分享一個利用中醫原針治療大腿外側邊酸麻疼痛、放電感覺成功案例。首先呢個症狀就係西醫所講嘅股外側皮神經卡壓綜合症。呢條神經喺腰椎嗰度發出來，經過我哋嘅胯部到我哋嘅大腿外側邊。而長期久坐、翹腳、附帶勒得太緊，都會導致我哋屁股肌肉同埋大腿外側邊副筋膜肌緊張，而導致神經經過筋膜都會緊張，使到壓而逼到呢個神經受壓。神經受壓會產生個結節、神經水腫，發生呢個炎症會導致呢個神經前頭異常敏感，而生呢個放電。中醫嘅炎針鬆解原理就係通過炎針嚟放鬆呢個筋膜，而達到改善局部血液循環同埋呢個鬆解呢個黏連嘅作用。而且炎針係針頭係針尖係圓㗎，可以避免傷害呢個神經血管，係非常之安全而且係高效一種方法。同針灸唔同嘅地方咧，就係針灸係主要係調動呢個穴位氣血，通過氣血嘅調節嚟達到作用。而炎針嘅作用係直接通過局部鬆解，達到鬆解黏連，即時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環，係即時效果係非常之明顯㗎。同呢個股外側皮神經佢嗰種筋膜鬆解係後果係即時嘅，幾乎係1次到2次就成功可以完全鬆解。後期通過針灸再調節我哋腰椎同埋屁股大腿局部血液循環，可以達到加強鞏固後續嘅治療作用。